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礼拜俄罗斯总统大选已经散场，咱台湾差不多逐年拢有选举。古早一句话讲，会当无钱定美，袂当无钱选举。这是讲到过去选举需要开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读做选4万选第二条。简单来讲，选就是竞的意思，咱讲选择。若竞着，咱讲入选；若竞日子，嘛有人讲是选日。用投票也有举手的方式来选出代表负责人或者是公职人员，咱讲是选举。另外登记或者是提名，加做互人选举的对象，咱讲候选人，嘛当讲是有资格得到学术学位的人。另外选举若是无选调，咱讲落选。若选举的时，互人当候选人这张纸，咱讲是选票。选举得到多数票，咱讲当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选手，意思就是参加各种比赛代表者；第二个词读做选任，这个意思是经人来担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参加国际级的比赛，主管机关招全台湾各地选手来挑战，要选任上届101的选手，代表咱台湾来争取光彩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选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